大家好，有冇發現大家有冇發現經常性口乾啊？經常飲水都隔咗一輪咧，隔咗一輪24小時後，不停咧都係口乾，究竟係咩原因呢？有幾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食咗藥啦，精神科藥物啊，高血壓藥物啊，食煙過度啊，食煙太多啊，都會口乾。中醫嚟講就叫陰虛啦，陰虛火旺啦，即係津液，陰虛即係津液唔夠啊。咁所以就應該食啲奶啊、南瓜啊、堅果啊、仲有苦瓜啊、南瓜啊等等咯。我希望幫到大家。食到你都會得㗎喎，我希望幫到大家。雞髀、薯仔切粒、紅蘿蔔切粒，滾切，紅蘿蔔滾切，薯仔切粒，雞髀解凍，鹽水解凍。陣間再煮白汁雞皇飯。多謝收看。